国当局在所谓清零措施范围内继续进行封锁，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限制，无法满足他们的食品和药品等基本需求。据报道，以中国病毒为借口，首都乌鲁木齐宣布进入为期3天的紧急状态。根据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遭受中国种族灭绝的东突厥散人民面临着饥饿。被囚禁在家里的东突厥散人民在日常生活和饮食上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周二表示，他已经签署了一项协议，开始将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付款方式从美元改为人民币和卢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书面声明称，中国石化公司董事戴虎良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阿列克谢米勒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了会面。此外，俄罗斯最大的信贷机构俄罗斯联邦储存银行和第二大银行 VTB 宣布考虑以人民币放贷。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加强两国的书面信函。习近平在信函中指出，两国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总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出席的波黑土耳其商业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今年8个月，我们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 达到了 6.27 亿美元。我们预计将超过10亿美元的贸易额目标。埃尔多安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两国公民持身份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土耳其之间的旅行。2022-2023赛季的欧洲冠军联赛在万众期待中开始了。本赛季决赛将于明年在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同时这个赛季也是 C 罗时代的终结。凭借进球、破纪录和夺冠，成为欧冠传奇名字的葡萄牙巨星 C 罗19年来首次缺席欧冠。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可能是提到欧冠时第一个想到的足球运动员。他自2003年赛季转会曼联以来就参加过欧冠。在东突公民外交运动范围内，东突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主席和达耶图拉乌古兹汗、秘书长阿卜杜热希德和外交关系主任努尔买买提组成的代表团于9月2日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开始活动。代表团首先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府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临时代办阿卜杜勒拉扎克博士。会议讨论了中国在东突厥散实施的系统性种族灭绝，以及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非人道破坏。